歡迎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收聽阿貓阿狗說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太陽伯伯怎麼畫。喺餵食村裏面住咗一班喜歡學習、喜歡玩嘅貓貓狗狗。其中貓貓小雞最鍾意畫畫，而且畫得特別好。每次上美術課，佢嘅作品都係最靚嘅。有一次上堂嘅時候，老師叫大家畫一個太陽。小雞嘅太陽畫得好靚，金黃色嘅光芒一圈一圈散開，好似真嘅太陽一樣。小雞好自豪，哈！睇下我個太陽幾圓，仲有呢棵樹啊，綠油油嘅，老師一定讚我啊！果然，老師又將小雞嘅畫掛咗喺班房嘅壁布板上邊，令到小雞好開心。狗狗塔塔將自己畫嘅太陽攞俾小雞睇。小雞啊，你個太陽真係畫到好靚喎，可唔可以教下我你係點樣畫出嚟㗎？花貓仔 Mask 亦都問小雞：係啊，小雞，你畫嘅畫好靚啊，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小雞就搖搖頭，呢個係我嘅秘密，你哋自己試下啦，可能都揾到方法㗎。塔塔佢哋聽咗，雖然有啲失望，不過都唔好意思再問。過咗幾日，學校舉辦一場繪畫比賽，主題係我們的森林，大家都好期待，小雞更加係信心滿滿。小雞心裏面諗：哈！今次我一定攞冠軍啊！比賽開始咗，所有小動物都低頭專心作畫。小雞畫得好快，但係佢發現一件奇怪嘅事：塔塔畫嘅樹木竟然比佢畫得更加有層次，而 Mask 嘅花就畫得色彩繽紛，遠比佢嘅鮮豔。比賽結束之後，小雞忍唔住跑去問塔塔：塔塔啊，你啲樹點解畫得咁靚嘅？邊個教你㗎？塔塔就笑住回答：我除咗問你太陽點樣畫，我仲去請教咗 Mask， 佢就話俾我聽點樣用顏色表現樹葉嘅層次，而我就教 Mask 點樣畫花朵。我哋大家互相幫忙，所以我哋都進步咗啊！小雞呆咗一呆，佢而家先明白，原來同學們願意互相分享，所以大家都一起進步。淨係得佢咩都收收埋埋，反而就冇學到新嘅嘢。於是小雞決定將自己畫太陽嘅小技巧話俾塔塔同 Mask 知道。嗱，畫太陽其實好簡單㗎。我先用淡淡嘅黃色畫一個圓圈，然後慢慢一層一層加上深一啲嘅顏色，咁個太陽睇起嚟就好似真係喺度發光咁嘅啦。Mask 同塔塔聽得好用心，佢哋一齊試住畫，但係 Mask 畫嘅時候啲顏色混埋一齊變咗一撇嘢咁樣，而塔塔畫嘅光芒就太直，睇起嚟唔自然。塔塔就問小雞：小雞啊，點解我個太陽啲光芒睇起嚟好似怪怪地咁嘅？小雞就話：咦，嘻嘻，原來我冇講清楚。其實光芒要一粗一細，一長一短，咁睇起嚟先至會似真嘅太陽。喺教導別人嘅過程嗰度，小雞發現自己以為理所當然嘅細節，原來其他人並唔知道，而且發現佢自己有啲地方原來都只係憑感覺，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每個步驟應該點樣畫。小雞好認真啊！佢為咗以後能夠解釋得更加清楚，佢開始喺上美術課嘅時候更加用心聽老師講，仲會主動舉手問問題。放咗學仲會自己上網揾下啲教人畫畫嘅影片，於是佢學到更加多畫光線嘅方法。
每次準備教同學嘅時候，佢都發現原來有啲地方自己嘅認知都係好模糊，需要搞清楚先。佢一邊學一邊教，不知不覺自己嘅畫畫功夫亦都越嚟越進步。他就同小雞講：小雞啊，我發覺你而家啲畫畫得越嚟越靚啊，而且你而家嘅講解清楚咗好多，我哋都更加容易明白。小雞你真係聰明啊！其他同學喺跟小雞學習嘅時候，亦都提出咗一啲小雞冇諗過嘅方法，例如 Mask 就試下喺太陽邊加上一啲金粉，結果睇起嚟更加閃亮。而他就試下用橙色同粉紅色混合，畫出夕陽嘅感覺。小雞覺得好驚喜，原來大家互相分享、互相學習，仲可以激發大家嘅創意添啊！原來教其他人唔單止幫助佢哋，仲可以令我自己都學到更多啊！小朋友，當你學識咗一樣嘢，唔好只去收埋埋。如果你同其他人分享，唔單止能夠幫助其他人，仲可以令自己進步。因為當你教其他人嘅時候，你嘅腦袋就會被逼將呢一樣嘢講清楚，令到你原本模糊嘅概念變得清晰。就好似小雞咁，喺教導別人嘅過程中，其實佢都喺度幫自己學得更加深入。呢個就係所謂教學相長，意思就係喺教導其他人嘅過程中，唔單止學習嘅人有所進步，教導別人嘅人其實亦都有所得着。小朋友，你認為自己最叻嘅嘢係咩呢？我鼓勵你聽日就嘗試將呢一樣嘢教導其他人，可以係自己嘅哥哥家姐、弟弟妹妹，或者係爹哋媽咪。睇下喺教導別人嘅過程中，你係咪都可以獲得更加多啟發？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。如果你哋喜歡，希望你哋點讚同訂閱呢個頻道，以及向其他朋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